扎西德勒今天我想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关于农经认定在播的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相关的内容的一个介绍。因为我们的尊贵的上师宗喀仁波切在这个星期就要在新西兰要专门要讲授这个法，有这个法的相关的观点和口传的传授。但是这个法你要接受的话呢，就是无论任何法都一样，首先你要认识到这个法的真正的意义和具体的内容。那现在我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啊。所以首先大家在这个法训上面讲到的4个字，应该是6个字吧，农经认定在播，就是这样的。那首先我想讲的是农经这2个字。为什么叫农经呢？农经就是龙钦巴大师的尊称和简称叫龙钦。龙钦巴是大圆满传承的主要的祖师，也就是宗喀仁波切去年传国的大宝那个七宝那个七宝藏和还有四心地，这些都是龙钦巴大师的教法，所以主要的大圆满的传承来自于龙钦巴，所以就是龙钦。认定是什么意思呢？认定就是进水的意思，也就是心要进水的意思。那龙经认定主要是精密灵巴大师所传的或所取的复藏的特别的称号，这个必须要记住。龙经认定4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主要在讲的内容是精密灵巴大师的复藏法。那精密灵巴的大师的复藏法为什么叫龙钦认定？他们又不是同一个人呢？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2个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龙钦巴大师是比宗喀巴大师再早一些的，也其实宗喀巴大师年轻的时候，龙钦巴大师已经50、60岁的那样的一个年代的人。所以龙钦巴大师和精密灵巴大师并没有真正的见过面。可是精密灵巴大师后来的人，他在三叶群坡的山洞里面，透过闭关修行，在禅定当中见到了龙钦巴大师3次，获得了身语意的加持。透过龙钦巴的加持和龙钦巴的殊胜智慧的启发，他就有了龙钦认定这个复藏法。所以这个复藏法其实实际上是龙钦巴的密意，龙钦巴的究竟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写照，所以叫龙钦认定，也龙钦巴的心水。但是从这个内容来讲的话呢，还是精密灵巴大师的复藏法，这个特别重要。那这个复藏法里面包含哪一些内容呢？我们待会儿会讲一点点大概的。主要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播这2个字，我不太确定中文是怎么写的啊，但是呢我看到了啊，这个
他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学里面学到了根本汉，根本汉，所以在藏文里面就是在部，而且英文里面也经常写在部，在就是根本，不就是汉，精汉的汉。所以呢，这个在部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叫根本呢？其实精密林巴大师的整体的全集至少有9函，9函就是非常厚的9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量，但是它的再部就是根本函呢，只有2本，也是整个内容的1/4左右。所以这2个有什么差别呢？这个根本汉的部分是主要是精密林巴大师去除的这个伏藏的部分，剩下的部分本来是精密林巴大师是一个大智者、大学者，所以他有写各种各样的教法的内容，注释、诗词、道歌等等的非常多的一个内容，全部包含在这个9函里边。9函里面的最根本的就是2函、2函，所以叫在部只有2个。所以这在部里面其实是包含了整个的根本的脉络，然后其他呢就是从这个根本的这个根本函的基础上再延伸出来的补充的一个内容。就像我们经常学习的普贤上师言教，也是间接与这个，或者实际上呢，跟那个精密林巴大师的隆金宁德是离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隆金宁德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他的那个大圆满前行文道里引导文的整个的这个主题目其实是前面就有隆金宁德这2个字，再加上大圆满。因为宁玛的教法里面各个不同的这个伏藏大师和上师传下的大圆满也有很多的这个系统。这个里面现在整个的宁玛的传承里面最广传的、最重要的、最主流的就是隆金宁德大圆满。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因为精密林巴大师重新去除这个伏藏，然后他传给多珠钦法王，第一是多珠钦法王，在他呢传给了，还有传给这个如来亚尊者，他们2个共同的学生是巴珠仁波切，巴珠仁波切的学生密蓬仁波切等等的无数个弟子，然后他们的弟子的弟子呢，现在我们的上师们，还有比如说如来亚尊者的直接的弟子，也就是第一世宗萨尔迦王切这王伯，他就是精密林巴大师的专师，也是精密林巴大师的弟子的弟子，这个特别重要。再加上呢，精密林巴大师的弟子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弟子呢，也就是堪布公化了，第2世切切曲居楼主就是他的弟子。所以整个的大圆满的这个隆金宁德的传承和将军这王伯的前世和这个第1世、2世、3世都是完全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殊胜的关系。这个也我相信为什么这次仁波切为什么要专门的要传输这个法的一个缘起。这个缘起不是偶尔突然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是这是一个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来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所在，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现在今天我们人人都在学习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的最根本的脉络呢，也就是刚刚说的这个隆金宁德这4个字是分不开的啊。那隆金宁德这4个字背后的这个根本含里面包含哪一些法呢？其实主要是上师、本尊、空行、智慧护法，就这4个。所以在我的背后这边其实也有一个 OK， 暂时不用那个，就是这样。背后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隆金宁德的皈依经，
大家经常看到过皈依经就是这样的。所以皈依经里面的上师是谁呢？持名踪迹。所以这个根本还龙井宁体的这个上师叫做持名踪迹。持名就是八大持名，最主要是莲花生大师一起共同的一个上师瑜伽的一个概念，所以持名踪迹的成就法。但这里的呢，不是只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经常念的上师瑜伽，而且它里面就是有完整的升级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的一个上师的这个成就法。再加上呢，还有专门的一个上师瑜伽的，这是去年宗喀仁波切传授这个大圆满法的前面传的这个观点，就是机密上师成就法。明定印，明定印，明定印就是这个主要的主尊是龙钦巴大师为主尊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法。所以呢，上师瑜伽加上上师还有本尊，本尊呢就是大吉祥总会啊，这里的翻译是大吉祥总会。大吉祥总会就是藏文里面叫八亲八海八亲，也是本尊。大吉祥总会里面包含了八大黑罗嘎 ，OK， 这就是八大黑罗嘎的观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本尊的观点。还有空性的部分呢，就是特别的这样的这个空性的观点的。藏文的就是目尊大乐佛母啊，母亲的目尊大乐佛母，永挂的心眼目。目尊大乐佛母呢，其实空性。这个主尊主要是一系周记的佛母和金刚瑜伽母，无如别的一种修持的法门。所以简单的来说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讲它的一些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细节的内容，但是大概的就像一个真是一个唐卡一样的去解释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是莲师为主尊的上师，就像黑尔卡为主尊的八大尤鲁卡的。然后就是本尊，然后呢就是这一心出就是佛母为主尊的空性的修法，再加上还有几个观音的修法、常数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还有这个四大黑罗嘎、四大愤怒尊的这个修法，这个里面包含了比如说文殊亚能大嘎。或还有这个普巴金刚还有马图灭王等等。所以呢，这些总体的这个法里面，还有这个再加上呢有护法的智慧的护法呢，以及佛母啊、丹津啊、怎么啊等等的比较殊胜的这个护法的部分，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里面。完全是包含了整个的根本含的这个本尊的坛城了，所以这个本尊的坛城全部都，其实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皈依经里面都有。皈依经的主尊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的前方有三世诸佛，与这个右侧呢，就是应该是八大菩萨和。大乘的神种，左次呢就是声闻和缘觉的这个八大阿罗汉，然后在前面的一个一环是专门是这个八大黑鲁卡，但是八大黑鲁卡的这个上方的左右就是有这个我们目尊大乐佛母和还有这个观音。
而这个观言是比较特别的，就一个站立的，就它根据龙井宁德的仪轨的这个里面所出现的这个观音，还有呢，就是在下方呢，就是有这个所有的智慧护法。智慧护法，我们经常藏文统称玛扎当算，玛就是一级佛母，扎就是然后啦，当就是当今，加上泽玛尔，还有格斯尔王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在整个的坛城一起的时候，那这些叫做龙井宁听的根本含。所以如果我们求这个法的时候，先要认识到这个法，你要认识到这个法的内容，还有特别如果有关注这些归经里面的每一个本尊的话呢，当你真正观点开始的时候，上师要求我们要一个自身本尊的一些基本的观想和三昧一本尊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引导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些基本的一个认知和概念，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呢，我们能不能获得很标准的观点是非常难说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讲述这个大概的一个内容呢？为了要就是求这个法的一些朋友法友们，如果对这个法的一些最基本的脉络有一定的概念的话呢，那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求法会更加的圆满，主要是这样的。然后龙井宁德的这个根本的一些口传和观点完成之后呢，当然你有资格这个修这个法的，但是还是有，如果你要修大圆满法的话呢，那就是叫耶西拉玛，比如说净美灵巴大师的大圆满的法，还有另外一个法。当然这次的口传里面肯定会包含他的口传，但是要实际去实修的话呢，也要进一步的可能要向这个自己的上师请求这个法的一些特别个别的一些窍诀和一些细节的这个引导的或者讲解，这样才能够掌握真正实际实修的方法。所以有些实修的具体的这个操作和这个修法呢，并不是只有观点就可以完成的。当然除了观点背后或者观点之后的这个三昧业界等等的很多的细节呢，那自己要去这个相关的一些上师或者这个组织或他们有任何的一些专门的一些介绍，或者如果有自己的一些身边有善知识和上师和法友的话呢，也要一起学习这个三昧业的细节，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无上必须的法，所以也有三昧业的要求，这就是这样。